4月第3大地震影响花莲的这产业，花莲县府就编10亿的预算，发超过31万份3000块的振兴券给花莲人，希望会当带动在地消费观光。今仔日是发振兴券的头一天，有一寡所在是排到热长，因为国外物件较认新婚，就有民众排队排到规北都会。5张200块，4张500块，花莲县3000块振兴券，10日起发放。未少在地民众还未到9点就来排队。花莲县长徐正伟也透早就去发放地点视察，呼吁民众会当一户一个人代表来领，较袂遐尔客。即摆县府编列10亿预算发券，就是要提振地方经济。人进不来，货没有办法稳定的出去，所以让花莲县的整个产业这个影响非常之巨大。所以花莲县政府的紧急应变就是希望花莲自助人助。有7日发放期到10月为止，全县185个发放点干部运作。领罐头2日是拜六，设置有各村里人发放所，有民众甲早囝同齐来，无等偌久就领到。没有很久10到12左右。也毋过也有民众替后生来领，煞因为相关物件无准备坐卡关，规北都会。我还要什么身份证、银本什么的，你这不叫扰民吗？哦，你觉得流程？我那要3000万，所以流程很麻烦就对了。本来就麻烦啊。你若到安尼咯，讲啥办？大家拢来排队啊。发券简单，也毋过相对新婚爱时间，部分地点人排真长，有人感觉电影费时间，也有人认为5日集中发放规划爱改善。你一个人可能要领5、6个人，当然会比较慢一点点。都挤在一起哦。对啊，全部都挤在一起啊。难怪民众会生气。何等台民众消费起，工作人员赶紧搬出电风扇帮忙降温。受-4、-3、-27两摆大地震影响，佮加上连续大水雨甲风台，花莲县的观光业受到损动甲经济衰退。即摆发放振兴券对象是今年4月初3进前涉及花莲县的县民，有计效益包括餐饮、小卖等产业，限定券来使用，会当用到明年2月28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